日係2026年7月29號星期三，我係邱靜，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專題。7月25號，超過20萬台灣民眾走上台北凱達格蘭大道，高舉反毒油護食安嘅標語，發出我是人，我反獨台嘅怒吼。今次大型示威係由7月初台灣當局公開咗中聯油資售賣含致癌物食用油事件之後，台灣民眾作出憤怒嘅表達，亦都係近年嚟罕見嘅大規模食安抗議場面。多達8000噸一級致癌物苯鈿陂超標嘅食用油喺市面流通長達50幾日，波及全台22個縣市，並大量流入校園團膳同埋餐飲業。而更令台灣民眾震怒嘅係，喺如此重大嘅食安事故面前，民進黨當局表現得傲慢而冷血，調查遲遲冇進展，問題油品嘅流向亦都未能查清，涉案嘅廠商責任查處同埋改善監管機制嘅方案亦都一直未有交代。然而喺台灣呢個高度泛政治化嘅社會，即使出現咗一宗影響到全台民眾健康嘅食安事件，亦都會因為過度政治化處理，參雜咗過多嘅政治操弄同埋盤算，而令事件變得異常複雜，最終最核心嘅食安問題反而未能得到應有重視。7月25號，台灣我是人，我反獨台集會遊行喺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現場民眾高舉反毒油、護食安等標語，表達對毒油風波持續燃燒同民進黨當局施政無能嘅不滿。現場人數據稱多達20萬人，集會表達出強烈嘅社會情緒，並不只在於毒油本身，更在於風波爆出後，唔少民眾至今搞唔清楚自己過往食用過邊啲問題油品，健康風險究竟有幾高，相關問題產品有冇得到及時下架處置。民以食為天，呢宗毒油事件直接關聯到台灣每個家庭嘅飯碗，以及每個人身體健康，冇人能真正置身事外。但令台灣民眾失望，進而憤怒嘅係，民進黨當局從一開始公布嘅1300噸中聯問題油，再翻到2600噸，連同以往已累計7批超標，總量約8000噸，蔓延至台灣地區所有22個縣市。除咗調味使用嘅沙律醬、千島醬，就連豆漿、飯糰、即食便當等食品亦受到影響。毒油案其實早已揭發，早喺今年4月，生產廠家已經檢測到苯鈿陂超標，但直至7月初公眾知道時，問題油品已擴散至全台，呢令台灣民眾對民進黨能否守護好台灣人嘅生活感到不信任。更讓民眾憤怒嘅係民進黨當局嘅傲慢和冷血，好多台灣民眾不禁要質疑，民進黨當局係喺度包庇乜嘢？事件嘅背後是否還有更不為人知嘅骯髒交易？台灣民眾到底應該相信邊個？反毒油集會已經清晰表達咗台灣民眾對毒油事件嘅強烈不滿同埋抗議。我是人，我反獨台嘅怒吼聲亦都嗌得響徹天空。不過，台灣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重大食安問題，亦都唔係首次出現由食安問題引發嘅大型政治抗爭。並且今次備受批評處置毒油不力，更涉嫌包庇親綠廠家嘅民進黨當局，當年淨係善於利用食安問題發起政治抗爭嘅街頭鬥士。呢個亦都令台灣民眾再一次清楚咁睇到，民進黨政治先行，民生同埋老百姓嘅生計同埋安全，從來都只被民進黨視為籌碼同工具。民進黨在野時將食安當作動員民意、打擊對手、博取選票嘅利器，上台之後為咗政治利益甚至政治獻金，卻可以無底線咁犧牲台灣民眾嘅健康同埋生命安全，將食安當作籌碼用嚟交易。呢個就係民進黨執政之下台灣嘅真實現況。台灣並非首次發生嚴重嘅食安問題，由食安引發嘅大型示威亦非第一次。呢次毒油事件讓台灣民眾想起12年前2014年頂新黑心油風波，當年亦係因為發現有食安問題嘅食用油，引發民眾強烈不滿，與今日嘅中聯油資毒油事件極為相似。但問題係，同樣嘅事件隔咗幾年，又會重新發生一次。當年反對頂新黑心油而走在最前線嘅民進黨，今日卻成為庇護毒油全台民眾嘅眾矢之的。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喺反對頂新黑心油運動中，姿態強硬、措辭鮮明，
更將守護民眾餐台安全掛喺嘴上。諷刺地，今日已成為毒油嘅庇護者。同樣嘅例子仲有好多。2012年，賴清德以台南市長之身公開反對含萊克多巴胺豬肉，強調不能為咗政治利益犧牲民眾健康。但到咗民進黨上台後嘅2021年，卻為討好美國，不顧民眾反對，強行開放萊豬進口。賴清德更反口稱萊克多巴胺不是毒藥，亦不是違禁藥品。2011年，日本福島核洩漏事故發生後，民進黨打食安排，強烈反對相關食品輸入。但到民進黨上台後，為討好日本，竟然喺日本將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之時，於2022年宣布開放日本福島等5縣市食品進口，將核輻射安全隱憂拋諸腦後。今年以嚟，為迎合美國，民進黨又大幅放寬食安標準，修改馬鈴薯檢疫規則，放寬發芽馬鈴薯入台，同時又大幅放寬蘋果農藥分普尼殘留容許量，並一次性調整上百項農產品農藥殘留規範。與此同時，民進黨當局又對大陸農漁產品層層設限，動輒以微量農藥超標為由，實施禁入措施，逢美日必歡，逢大陸必嚴嘅操作邏輯一目了然。呢一系列事件已充分證實，民進黨從來係政治先行。至於關乎百姓健康同生命嘅食安問題，全部都要服從佢哋嘅政治利益。民進黨如是，發起今次集會嘅藍營派系精英，同樣亦都係身懷各種政治算計。毒油事件無疑為藍營創造咗一次社會動員嘅絕佳機會。台北市長蔣萬安準確咁把握住呢一機會，振臂一呼，得到各方響應，成為今次集會中最耀眼嘅政治人物。並且喺集會之後率先提出倒閣，進一步將集會動員起身嘅社會力量集中到佢身上。呢個引起藍營內部各派系嘅警覺，內部鬥爭同樣十分明顯而激烈。鄭麗文、盧秀燕、韓國瑜同埋侯友宜、朱立倫各有盤算，都想喺今次食安風波當中收穫更大嘅政治能量，令呢場食安集會成為藍營精英內部競爭嘅角力場，爭奪2028年領導人選舉佈局嘅卡位戰。7月25號，我是人，我反獨台海盜集會，亦成為國民黨核心人物搶奪話語權、測試2028年領導人選舉潛在競爭實力嘅舞台。競合並存，暗潮洶湧。台北市長蔣萬安率先發起號召，試圖掌握議題主導權，希望搶下民生抗爭領頭人形象。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借集會鞏固黨主席權威。鄭麗文備受黨內派系攻擊，急需一場大型群眾活動，證明黨中央動員實力，扭轉號令唔得，派系鬆散嘅質疑。韓國瑜並非最早倡議者，但活動當日僅發文今晚見，迅速號召大批草根支持者湧入海盜，被視為拉抬現場人潮嘅關鍵力量。佢展現出強大嘅動員力量，讓鄭麗文、蔣萬安陣營保持戒心。台中市長盧秀燕代表國民黨經營穩固嘅中部勢力，當天登台發言，氣勢強勁，引發輿論談論盧蔣體制，關注台北、台中市形成結盟，與黨中央互相制衡。此外，新北市長侯友宜、前黨主席朱立倫則選擇觀望，冇深度投入，態度曖昧，顯示佢哋唔想為他人作嫁衣裳，靜觀各方勢力消長姿態。民進黨、國民黨在朝在野都喺度高度政治化操作今次嘅毒油風波，不論係組織一方定係被針對嘅當權者一方，都喺度聚焦於被呢一議題動員起身嘅群眾力量，展開咗一輪明刀明槍嘅攻防。今次集會從一開始，攻防雙方嘅聚焦點都並唔只係食品安全同埋毒油調查，而係事件到底可以動員起幾多民眾嘅力量。雙方圍繞呢一問題開動宣傳機器，爭吵不休。喺激烈嘅爭吵聲當中，台灣亦都有唔少民眾意識到毒油民生問題已經不知不覺被淡化，各種政治口水正喺度掩蓋咗民眾真正關注嘅焦點議題。反毒油集會引發咗示威人數嘅爭議。活動當晚，主持人與主辦單位陸續宣布現場參與人數突破20萬人，強調民怨規模龐大，跨黨派民眾自發上街，更強調大量跨世代民眾，包含好多嘅年長者、家長帶同小朋友自發性企出嚟，代表嘅係對食安危機與行政機關處理態度積怨已久嘅民怨展現。民進黨及綠營側翼
則有意高聲質疑主辦單位數據誇大，聲稱集會人數僅有3至5萬，而且大部分係被動員搭乘遊覽車前來嘅支持者。雙方爭論激烈，令人數爭議成為活動其中一個焦點議題，甚至超越咗食安議題本身。據一啲自稱中立人士以演算法、空間承載量以及獨立觀察站推算，又得出一啲唔同數據，有說8至12萬，亦有說累計人數估算應有20萬等等，莫衷一是，令人啼笑皆非。高度政治化嘅台灣，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最後都會演化為一場政治風波，而民眾最關注嘅民生問題，最後都要為政治讓路。呢個就係台灣社會嘅真實情況。導遊風波並冇結束，只不過朝野政治力量所關注嘅，卻已經唔再係導遊本身，而係政治力量嘅消長同埋變化。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離開之前記得點讚、留言、訂閱同分享啦，拜拜。